祸水呀！虽然妖后，你这个妖后，虽然后见你将一朝万年，你要一朝万年呐！陆大哥，这就是你一心想保卫的大圣吗？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凭什么杀害你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，害你的人却要遭受如此非议？陆大哥，恐怕这世道只容得下一种做法了，那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是不要！